面对美国新扣税政策的无确定性，主要是国家级的挑战。台南地方中小型的产业嘛极可怜天，所以上午市府秘书长率领经济发展、农业等相关局处列席议会专案报告。律师议员纷纷针对企业转型对劳工的冲击，如何拓展美国以外市场分散风险，以及质疑无主动辅导中小型企业争取补助，甚至市长答应动用第二股资金，拢一并要求一定要积极落实。在这些的整体的状况之下，我自己认为，然后再包括我们以后会有这个少子化、减少这个劳工的需求变大的状况之下，整体的状况其实是劳工会面对我们未来的劳工，如果他跟不上转型的速度，其实会面临最大的这个冲击啦。所以希望在这个部分呢，应该是在未来跟劳工局的部分有所做因应。我们刚刚局长说到的，要辅导他们参展。还有用我们的2倍金来参展，我就问号了有些国家本来就是在你们的出口范围内，你提到了美国，突然找不到了啊，拍谁乱掉？美国本来就是在我们这次讨论的内容，你要去美国参展的原因是什么？有没有可能台南市政府研议一下？我们在1999这个市政的一个专线电话里面，我们直接用一个简码代码，直接可以把这个相关。比方说，您如果是要查询有关于这个咨询有关于这个关税这个事情的话，直接按分机，或是直接按代号什么32什么之类的。农民呢，拢非常的惊讶啦，因为我10号区呢是我的选区，会当跳步业的上济，包括台湾雕，包括猪啊、羊啊、鸡啊，迄拢是，因拢足惊。如果拿强硬32%拍来，这农民变怎？台南是有一些隐形的冠军产业，就是对这个美国还有我们汽机车的这个相关的零组件，我们做的是这个销量是非常大的。就是说甚至比较重点的几个厂商，你有没有盘点出来了？有没有跟他们关心过了解过他们的因应措施了？咱市政府工作者呢，做无半项呢，秘书长，到底咱市长讲的咱。动用第2倍金4亿开始对了，我报告书都没看到，开始对。跟议员报告现在目前，你针对我讲个，咱市政开的对啦。现在就是说那无啦嘛，还没有花，但是他们计划已经以后要开无？有要开无？目前有。以后准备要开？有。准备要开对。目前那个金花局跟那个农会局都有提出那个2倍金的需求，提出了将近1500万。据了解，台南包括兰花、台湾雕等农渔业以及外口出口的传统零组件冲击上大，议员纷纷替业者来发声，希望共同渡过这波经济难关。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。